东巴纸的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南诏时期，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，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、最原始的手工造纸，有人类造纸活化石之称。由云南丽江纳西族少数民族创制，这里由于地处偏远，与世隔绝，白地纳西人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，原汁原味地保留祖辈遗留下来最纯正的东巴造纸工艺。今天我们要来拜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何树坤老师，请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东巴纸与东巴文。东巴文字，这个是我们纳西族的象形文字，这世界上还活着的一个象形文字。那这个文字现在还在使用吗？还在使用的，所以才说还在活着的，还在活着的那个象形文字了。我们纳西族啊，3大仪式，结婚，还有那个生小孩，还有那个祭天、祭蜀、祭自然神、算命、打卦，纳西全部都是离不开这些象形文字的。还有那个塔卡，我们纳西族有自己的塔卡，都是有自己的文字，有自己的记载。哇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东巴纸。对，这个东巴纸。老师，这是自己做的吗？对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哇，那这个做这个纸要花多少时间啊？这个纸一张出来就是大概7天左右吧。为什么说7天呢？这个我们第1天要去山上要砍那个原料燃花。为什么只能用燃花来做呢？燃花是有毒性的，防虫、防水，因为它防虫了，虫也吃不了它，所以我们专门砍那个燃花。老师，那书写东巴文平常是用毛笔吗？我们一般用那个主笔的，因为毛笔是要写对联啊，或者是那个写大一点的那些，就是用毛笔来写的。当然小的那些基本上是主笔来写的。老师可以写我的名字吗？什么都可以写。好。老师，请问一下，所以每个字都可以写吗？每个字都可以写，所有汉文。但是我那个纳西族是一比较东，一和字是一东，所以有些几个字它是东一字，一个字可以走2种方式是。东一字的也会有，但这个就是按照你的那个名字来写的，庄志渊。那我把下面写那个日期啊。好。第一个是一个符号，所以这个符号是不需要念的。后面这个是2019年8月31日写的。这个是我的汉名何树坤来写的，这个是我的法名东顾。这趟白地村之旅，亲眼见到东巴纸及东巴文。2006年。纳西族手工造纸技艺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如此珍贵的文化遗产历经艰辛地被传承下来，我们不禁要感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何树坤老师的坚持与执着。